Hello，養開水族嘅朋友，不論係養動物定植物，最怕咧就係病菌感染。只要一直有病，就隨時成缸都中招，最後仲要被逼翻缸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呢一支英國品牌嘅紫外線消毒器 TMC Fix 同 Titan 系列。佢係一款高性能、高效能嘅設備，可以保持水族箱最佳水質，利用紫外線消滅有害生物、細菌同埋呢個藻類。為水生生物提供安全健康嘅環境，水體處理容量高達850公升，而且安裝同操作都好簡單。講到呢度，我哋開箱睇睇。首先係佢嘅主體，半透明嘅紫色機身，隱約見到入面，你會見到上面呢白色嗰個位置係摩打，下面長身黑色嗰個就係紫外光燈嚟嘅。而呢一隻佢有個特別之處，佢嘅紫外光燈外層呢係包咗鈦金屬嘅，左下同埋右上呢兩個位置呢就係水嘅出入口，根基呢仲有兩個雪糕筒咁嘅樣就扣翻喺上面嘅，佢仲附有一個 L 管可以幫你改變呢個水管嘅方向。然後到安裝方面，官方建議係安裝喺濾水器後面，因為水質污濁嘅話呢，殺菌效能亦都會減弱嘅。有人會問，咁放喺後面嘅話，對消化細菌有冇影響㗎？理論上係冇嘅，因為咧消化細菌通常都係固定嘅位置，衝得出嚟嗰啲咧，就算冇俾 UV 燈殺死，都會俾陽光殺死，所以基本上係冇影響嘅。而比起用藥同化學物品，UV 燈對動植物嚟講更加安全同有保障。最後呢個系列仲有唔同功率可以選擇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金魚街各水族店了解一下。咁今次就嚟到呢度，下一次再見，拜拜。